開始之前，請幫手訂閱，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俾你嘅親朋好友睇下啦。2019年反修例事件引爆香港連串社會秩序大亂，國安備受衝擊嘅事件，促成港區國安法通過並落實。但呢場暴亂後面嘅推手，美國卻即時頒布制裁香港措施，藉此阻撓香港重返正軌，並向香港同內地官員施壓。6年過去，香港劫後重生，美國制裁得個吉。近日，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新行政命令，宣布在2026年7月14日到期嘅涉港國家緊急狀態命令唔再延續。簡單講，即係美國對香港唔再維持命令中所謂嘅緊急狀態。原本根據命令制裁嘅香港國安工作6名官員亦獲剔除制裁名單，當中包括曾擔任警隊一哥嘅蕭澤頤。不過，美國仍維持制裁香港現任特首李家超、前特首林鄭月娥等38名官員。美國喺2019年反修例暴亂事件中制定嘅香港自治法依然對香港有唔少掣肘。美國財政部話緊急狀態命令屆滿，唔代表另外2條法例，即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及2020年香港自治法會被廢除。美國依然有系統地根據呢2條法例向香港相關事務投放資源。不過，美國主動終止對香港嘅所謂緊急狀態命令，國際解讀都認為係為國家主席習近平稍後訪美締造良好氣氛。國家商務部嘅回應就促美國恢復並加強同香港嘅正常商務往來。美國習慣性以制裁大招對付其他國家及地區，但對中國及香港都無效兼冇料。香港遭受制裁6年，出口及經濟表現影響輕微，內地出口美國嘅貨品總額更在期內持續上升10%。美國取消制裁香港，只不過係以效用輕微嘅措施向中方示好。當然，呢個措施亦象徵美國政界會修正國安法以來對香港嘅針對性打壓。事實上，金融界已經有唔少幾年前從香港撤走嘅美國大行人員返回。隨着美國調整制裁措施，金融業、專業服務及出口界都有機會受惠。而美國涉港緊急狀態命令成為過去，連帶影響係自2019年以來一直指香港打壓民主自由嘅西方批評，亦將灰飛煙滅。展望未來，中美領導人新一次會晤或會令兩國關係繼續改善，香港真係可以走出2019年陰霾啦。喺結尾之前，我哋嚟重溫下當時嘅亂象。2019年香港發生嘅修例風波，俾香港造成巨大創傷，對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，引發國內國外廣泛關注。